四月电视起价，毋但民众受影响，连公家机关也着爱省电。亲像这苗栗市公所，因是设定30度才会当开冷气。公务机关为着卖着煞着家己传电风来吹，有民众是认为讲这冷气应该爱开呢，就赶紧甲开落去。到顶现电风一直吹，电费今年4月调悬，也造成公家机关的负担。苗栗市公所设定气温30度才会使开公用空调，员工差不多每一个拢家己传电风，民众认为该开的嘛是爱开。如果太多人的时候太闷也是不行，因为会影响到身体这样子。对，该开就要开。对，该开还是要开啦。市公所是讲30度开空调的制度实施真侪年啊，不过今年较早热，4月份温度都热到强要挡袂掉。较早非夏季平均电费每个月差不多4万至6万，不过即马初步估计调悬了后，会阁加一成的开销，只有请大家体谅。非夏季的那种不属于那个尖峰用电期间的话，我们平均的电费大概是4万多到6万之间。那夏季的时候可能是8到11万左右，可能会再多个10几%，也就是说4万多的话，可能就会从5万起跳。市公所甲天棚的电风拢拍开，加强通风，电价调悬，公家单位想办法节省能源，也希望伫省钱甲维持公务服务品质，会当超好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